Taste of fat. 8月25日，恒生指數今日收市25,511點，下跌6點，連跌第二日。恒指高開116點，開市25,634點，收市25,511點，微跌6點，高低波幅有273點。大市升嘅股票有1102隻，跌嘅股票有1054隻。雖然指數收跌，但股票係升多跌少。頭10大成交股票依次序係2800盈富基金、9988阿里巴巴、3033南方恒生科技、2828恒生中國企業、6869長飛光纖光纜、3690美團、700騰訊控股、7709 XL2南方海力士、992聯想集團、1888建滔積層板。今日大市成交2540億，比上一個交易日減少12.7%。沽空金額557億，佔大市總成交21.9%，沽空比率比尋日增加5.3%。今日窩輪總成交46億1000萬，牛熊證總成交96億4700萬，窩輪牛熊證總成交142億，窩輪牛熊證佔大市總成交5.6%。如果將所有恒生指數窩輪與牛證成交總和，再減去 put 輪與熊證成交總和，相差有19億6600萬。最大港股通成交股票6869長飛光纖光纜71億3500萬，不過兩地總流出資金5億2600萬。3690美團南向資金淨流入8億6700萬。恒生指數收市升穿10天平均線，雖然交易時段曾升穿5天平均線、20天平均線，但最後收市唔可以企穩。除此之外，保力加通道連續收窄23日。14日 RSI 下跌至52.2， 14日 RSI 維持喺50之上已經7日。今日指數成分股最大升幅股票2269藥明生物大升7.4%，而第二、第三大升幅股票分別係992聯想集團上升3.9%、2359藥明康德上升3.3%。下圖包括所有恒指成分股，每一支波嘅長度代表相關成分股佔指數比重，而波上嘅百分比代表成分股今日沽空比率。恒生指數成分股沽空比率最大3隻股票分別係1929周大福、16號新鴻基地產、27號銀河娛樂，沽空比率百分比64.3%、50.9%、50.8%。新一幅圖每一支巴上嘅百分比代表成分股今日嘅沽空比率和5日沽空比率平均值嘅比較，藍色代表今日沽空比率比5日平均值減少，而紅色代表比5日平均值增加。沽空比率升幅最大係1378中國宏橋、316東方海外國際、762中國聯通，分別增加105.9%、78.9%、61.4%。指數成分股裏面最強嘅股票係2359藥明康德、19979龍倉置業、2269藥明生物，而最弱嘅指數成分股係762中國聯通、1024快手、2331李寧。如果將所有恒指成分股以 MACD 強弱分為4組，暫時弱勢嘅股票有25隻，轉弱嘅股票有19隻，轉強嘅股票有10隻，而強勢嘅股票有39隻。如果轉睇最大升幅港股，而最大升幅頭3隻股票分別係2286晨興發展、254國家聯合資源、1912康特隆，分別上升55.8%、49.3%、44.7%。今日行業表現喺115個行業裏面上升有61個行業。如果刪去平均成交相對少嘅行業，上升有20個行業。Taste of Fat 第一部分大市簡報已經完結，第二部分為今日行業板塊表現。喺14個大板塊116個行業裏面，以平均收市價總結出表現最好嘅行業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.